先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国光客运为宜兰驶到台北、南港的头班车，大家拢有真侪通勤族抢要坐。啊，讲最近出现一个现象，人拢乖乖排队哦，但是就是有人甲卡网放伫个柜台前来号位，然后走去边啊的椅仔来休困，等到咧分这个号码牌的时阵，才阁行转来。这个举动是互其他的旅客真不满。啊，站长回应讲，已经发出着公告，请旅客唔通用物品来代替排队。买票的柜台头前，涂骹有4卡地仔甲卡网，过无偌久，主人出现啊！两个查某人地仔关咧摆伫上头前，所落来一个穿乌衫查甫人，卡网排咧嘛徛伫头前位。原来伊拢是咧等摕号码牌，不过这个行为却引发着旅客不满。网友真生气，伫面册发文章，讲宜兰市国光客运逐工早起的头班车，拢有一群人用皮包啊，或者是各种物件来排队，向柜台反映嘛是不好，互人真无奈。就觉得不太好，不太好，都还是人在这边排比较好。我觉得观感不怎么好，中西站位置不太 OK。旅客乖乖排队，明领头班车就车号码牌，也毋过所有人偷食饱，用皮包啊占位了后，人就走去坐伫边仔椅仔，一直等到开放出票才徛倒转来，互其他人感觉无介公平。他们认为说，他们人早一点到，他不要站在那个地方一直等，他要坐到旁边的位置去。门开了，人不在那里，没有人会确定说这个是一个人的份，他要留一张号码牌给他，不可能啊。国光客运表示，会抢坐头班车的人，通常是要去南港上班的民众，因为 TPS 优惠方案，和坐车的人增加，才会出现占位的状况。接到民众的反应了后，顶礼拜嘛已经发出公告，提醒民众莫使用物件来占位，造成别人的困扰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